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中法院的检察官侦办着匿名贪污的案件，发现婚姻馆二轮乡的乡长江东营等7个人涉嫌参与。这个检调是分48线路内搜索，查扣着现金727万。目前法院已经裁定，这个二轮乡的乡长江东营，甲二轮乡代表会主席杨世斌，以及一个姓江的白手套收押禁见。另外一个涉案的德东乡的乡长蔡世任是120万来交保。也毋过，这个德东乡代表会主席翁仔某同款互收押。目前这个案件总共来收押5个人。因为这个环境足歹，环境这个蚊子足多啦。关心地方乡亲居住环境的卫生，花莲县二轮乡长江东营这边牵涉到匿名贪污案件，去予中华地检署申请收押禁见核准。二轮乡代会主席杨世斌同款因为牵涉到匿名贪污案件，去予法院裁定收押禁见。江东营的家后听到翁婿互收押，大声话冤枉。咱嘛讲冤枉，可能是有什么根据啦。这个静待调查安尼啦。嘿啦。德东乡代会主席林淑鲁翁仔某2个人嘛互收押。德东乡长蔡世金嘛牵涉到案件120万交保。我们一切都照合法的程序来做，那我们也一定接受检调最后一个调查。224位检调人员，并分48路，搜索德东乡公所、德东乡代会、二轮乡公所、甲二轮乡代会等等的所在。各伫一卡保险箱仔内底，发现新台票现金727万元，疑似就是诈欺的钱。这几年来，日联发展连续爆发着乌金弊案，有地方官勾结民意代表，煽动民众到工地抗争，私底下甲厂商借钱，由官员提供电业者申请专区案内底共讨孔明商。江东营和杨世斌牵涉的匿名贪污，犯案的手法敢是和这几个无相共款？检方因为侦查不公开，无法度透露。严格为检调搜索中华、婚林这2个县市48位所在，也有乡长甲乡代会主席被收押来看，案情无遐单纯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